你知道吗？早晨的一杯水可能决定你未来10年的肾脏健康。你喝水的方式是什么？慢慢喝，快速喝，还是用茶、蜂蜜水代替？如果做错了，水不会滋养你的身体，反而在悄悄摧毁你的肾脏。这一听起来可能很夸张，但事实上，我在临床上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。一个小小的习惯，长年累月下来，竟然成为肾脏的隐形杀手。很多人以为喝水这件事还能有什么学问？不就是口渴了就喝吗？但是当我看到那些检查报告上逐渐升高的肌酸酐指数，当我听到病人说我每天都有喝水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问题不在于喝不喝水，而在于怎么喝。在我行医30多年的经验里，我看过无数因为喝水方式错误而导致肾脏问题的病人。有些人年纪轻轻，才40多岁，肾功能就已经开始衰退。有些人明明很注重养生，每天都喝很多水，但肾脏却还是出了问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不知道喝水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其实藏着很多学问。请不要离开这支影片，因为再过几分钟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个小动作会让肾脏默默哭泣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对喝水的所有认知。请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关注我们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评论，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让我先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是发生在台中的刘伯伯，今年67岁。刘伯伯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，平常很注重养生。他每天早上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喝一杯加了盐的温水。他说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养生方法，对肾脏好，可以帮助排毒。这个习惯他坚持了整整10年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刘伯伯的太太一开始还劝他不要这样做，但刘伯伯很坚持。他说这是他爸爸教他的，他爸爸活到90多岁，身体一直很健康。10年后的某一天，刘伯伯开始感到头晕、疲倦。起初他以为只是年纪大了，没有太在意，但是症状越来越明显，他的腿也开始水肿。太太坚持要他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出来的时候，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，血压偏高，达到160，肾功能已经到了第2期，衰退肌酸酐指数比正常值高出40%。我一开始还以为刘伯伯做得很对，毕竟他每天都有喝水的习惯，而且生活规律，不抽烟，不喝酒。但是当我看到他的肌酸酐指数持续升高，我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。我仔细询问他的生活习惯，才发现原来问题就出在他每天早上喝的那杯盐水。刘伯伯告诉我，医师，我明明每天都有喝水，而且还特别加了盐味，什么肾脏还是出问题？我能理解他的困惑，因为在他的认知里，他做的是对的事情。原来最好的东西，如果用错方法，反而会变成最大的伤害。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，不是喝水就好，而是要喝对水。今天我们就请罗博士来详细说明，早晨这一杯水到底该怎么喝才正确。经过7到8小时的睡眠，人体会流失大约400到500毫升的水分，这些水分透过呼吸、皮肤蒸发，还有基础代谢慢慢流失。所以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轻度脱水的状态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血液浓度会比平常高，血液循环也会比较缓慢。血液就像是一列列的车队，水分就是道路。如果道路前河了，车子就会赛车，无法顺畅运行。这时候，如果你给身体补充适当的水分，就像是帮道路洒水，让所有的车辆都能顺利通行。
这不只是一个比喻，在医学上，我们确实发现早晨起床后，血液的粘稠度会增加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心血管疾病，像是心肌梗塞、中风，常常发生在清晨的原因之一。早晨喝水有4大好处：第一，自然补充水分。经过一夜的流失，身体需要立即补水，让细胞重新活化。每一个细胞都需要水分来维持正常运作，缺水会让细胞的代谢功能下降。第二，启动肠胃道，温水可以刺激肠胃蠕动，帮助排便，让消化系统苏醒。很多人有便秘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因为肠道缺水，粪便太硬，无法顺利排出。第三，中和胃酸，睡眠期间胃酸会累积，早晨的水可以稀释胃酸，保护胃黏膜。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，早晨喝水会特别有帮助。第四，稀释血液，让大脑清醒，血液变得顺畅，氧气和营养能更快送到脑部，让你一整天都精神饱满。研究显示，早晨喝水的人工作效率会比不喝水的人高出20%，这些都是早晨喝水带来的自然好处。但是如果喝错了方式，这些好处不仅会消失，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，特别是对肾脏。错误的喝水方式会让肾脏长期处于高压状态，最终导致不可逆的损伤。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过滤器官，一旦受损就很难恢复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喝水就是好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不是这样的。当你在错误的时间点喝水，或者喝得太急太快，肾脏必须快速过滤，这会造成极大的压力。让我用更详细的方式来解释。肾脏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，它每天要过滤大约180公升的血液，产生大约1到2公升的尿液。这个过程需要稳定、有节奏地进行。肾脏里有超过100万个微小的过滤单位，叫做肾源。每一个肾源都在不停地工作，筛选出身体需要的营养，排出不需要的废物。但是当你突然大量喝水，或者喝了不适合的水，肾脏就像一个工厂，突然收到大量订单，必须加班加点工作。短期内可能没什么感觉，但长期下来，肾脏会疲劳受损，就像一台机器。如果长期超负荷运转，总有一天会坏掉。我见过太多病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觉得喝水这件小事不重要。但是当肾功能开始下降，再来后悔就太迟了。肾脏的问题往往是慢性的，初期没有明显症状，等到发现的时候，往往已经很严重了。有一位病人跟我说，医师，我每天都喝很多水，为什么肾脏还是不好？我问他怎么喝，他说每次都是一口气喝完1大瓶，大概500到700毫升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他以为喝得越多越好，但其实这样反而让肾脏承受不了。肾脏不怕你喝水，怕的是你喝得不对。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因为轻忽喝水方式而导致肾衰竭的病例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血淋淋的事实。有些病人最后必须洗肾，生活品质大幅下降，这都是可以避免的悲剧。错误1，只在口渴时才喝水。当你感到口渴，其实身体已经处于脱水状态了。这时候，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抗利尿激素的荷尔蒙，强迫肾脏重新吸收水分。你可以想象，这就像是你叫工人不停加班，却不给他们休息时间，久而久之，工人会累垮，肾脏也是一样。口渴是身体发出的警讯，代表你已经缺水了。很多人以为没有口渴就不需要喝水，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，特别是老年人，他们的口渴感觉会变得迟钝，等到感觉口渴的时候，身体可能已经严重缺水了。临床上，我们发现那些习惯等到口渴才喝水的人，肾功能衰退的速度比一般人快了30%。为什么？因为肾脏长期处于紧急状态，
无法正常代谢，毒素累积，最后就形成慢性肾脏病。我有一位病人50多岁，是一位计程车司机，他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常常憋尿，也很少喝水，都是等到非常口渴才喝。结果才55岁就被诊断出肾功能第3期，已经接近需要洗肾的程度了。错误2，用含糖饮料代替白开水，这是我最常见到的错误，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，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没味道，所以改喝果汁、汽水、手摇饮料。但是这些饮料里的糖分和磷酸会对骨骼和肾脏造成双重伤害。举例来说，喝一杯含糖饮料，等于让肾脏连续工作1小时来处理这些多余的糖分和添加物，而且高糖饮料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，刺激胰岛素分泌，长期下来不仅增加糖尿病风险，也会让肾脏的微血管受损。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而含糖饮料正是通往糖尿病的快速道路。我遇过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，在科技公司上班，每天工作压力很大，他每天至少喝2杯手摇饮料，1杯是早上提神用的，1杯是下午茶。5年后，他因为腰痛去检查，发现有肾结石，而且还有轻度肾功能异常。他完全没想到这么年轻就出现肾脏问题。当我告诉他要戒掉手摇饮料的时候，他说：可是医师，我每天都有喝很多水啊。我说，含糖饮料不是水，那是糖水，对肾脏来说是负担，不是补充。错误3，喝得太快，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错误。很多人赶时间，起床晚了，匆匆忙忙一口气把水灌下去，但是当大量的水在短时间内进入体内，肾脏会来不及处理，导致电解质失衡。你可以想象，这就像你往一个有裂缝的水桶里快速倒水，水桶不仅装不住水，还会因为压力过大而破裂。我们的身体需要时间来吸收水分，让水分慢慢分配到各个器官和细胞。如果喝得太快，大部分的水会直接排出体外，根本没有发挥补水的作用。临床上，我们称这种情况为水中毒，虽然不常见，但确实会发生，特别是在运动后大量快速喝水的人身上，水中毒会导致血液中的钠离子浓度过低，造成头痛、恶心，甚至意识混乱。我曾经遇过一位马拉松选手，他在比赛后因为太渴，一口气喝了2公升的水，结果出现严重的低血钠症，必须紧急送医。这3个看似无害的习惯，其实是肾脏的隐形杀手。如果你有这些习惯，请立刻改正，不要等到肾脏出问题了才后悔，那时候可能已经太迟了。其实，正确的喝水方式非常简单，只要记住几个原则就好。但是这些简单的原则，却能为你的肾脏带来巨大的保护。第一步，起床后先等5分钟。不要一起床就马上喝水，先去刷牙、洗脸，让身体慢慢苏醒。为什么要等5分钟？因为刚起床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还在休息状态，各个器官都还没有完全启动。如果这时候马上喝水，肠胃会来不及反应，可能会造成不适。第二步，漱口后喝150到200毫升的温水，注意是温水，不是冰水，也不是热水，温度大约在35到40度之间，跟体温接近。胃，什么是这个分量？因为这刚好是胃能够舒适接受的量，不会造成负担。太多的水会让胃撑得太大，太少又达不到补水的效果。这个量是经过科学研究证实的最佳分量。第3步，慢慢喝，分成3到4口，不要一口气喝完。把水含在嘴，离几秒钟，然后慢慢吞下去。每一口之间停顿几秒钟。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水分慢慢进入身体，
给肾脏充足的时间来处理。而且慢慢喝水还可以让口腔的唾液分泌增加，唾液里含有消化酶，可以帮助消化。第4步，1分钟内不要喝超过1大杯。记住，喝水是要让身体吸收，不是要创造记录。有些人以为喝水越快越多越好，但其实这样反而会伤害身体，就像是让水像小雨一样慢慢渗透到前河的土地里，而不是像暴雨一样冲刷表面。暴雨来的时候，土地吸收不了，水就会流失。喝水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这样的喝水方式才能真正滋润你的身体，让肾脏自在呼吸。这是你能给肾脏最便宜、最珍贵的礼物。不需要花大钱买保健品，不需要吃一堆药物，只需要一杯温水和正确的方法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健康是可以很简单的，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，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。很多人说，早晨喝水时加一点盐或蜂蜜对身体更好，是吗？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迷思，但其实这2种做法都不建议。让我详细解释为什么。关于盐，当你在水里加盐，会增加水的渗透压，让血液变得更浓稠。你可能会想，不是说运动后要补充电解质吗？不是说盐水可以帮助排毒吗？但是问题在于，早晨起床时，身体的电解质其实是平衡的，不需要额外补充。你不是刚运动完，也不是在大量流汗，身体的钠离子浓度是正常的。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喝盐水，长期下来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增加心血管和肾脏的负担。盐会让血管收缩，血压上升，心脏必须更用力的工作，才能把血液送到全身。而肾脏也必须更努力地过滤血液中多余的钠离子。就像刘伯伯的例子，他以为喝盐水对肾脏好，可以帮助排毒，结果10年后反而出现肾功能问题，他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，肾脏也因胃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而受损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，很多老一辈的人都有这个习惯，他们相信盐水可以养生，但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。关于蜂蜜，蜂蜜虽然是天然的，但它本质上就是糖。很多人以为天然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，但其实不是这样。早晨空腹时，胃里没有食物，如果这时候喝蜂蜜水，血糖会快速上升，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，你的胰脏会突然收到一个讯号，有大量的糖进来了，快点分泌胰岛素。这样的血糖波动对身体是一种压力。长期这样做不仅容易导致血糖波动，还会增加胰岛阻抗的风险，最终影响到肾脏的代谢功能。糖尿病和肾脏病常常是相伴而来的，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都会出现肾脏问题。有一位72岁的老太太，她每天早上都喝蜂蜜水，已经喝了20多年。她觉得这样可以养生，可以让皮肤变好，可以通便，但是她的血糖一直不稳定，空腹血糖常常超过120，饭后血糖更是飙到200以上。后来检查发现，她的肾功能也开始下降，就是因为这个习惯。当我们改变她的习惯，让她改喝白开水，1个月后血糖就稳定多了，3个月后肾功能指数也开始改善。所以你看，那些被认为是天然健康的东西，如果用错时间、用错方法，反而会变成毒药。不是所有天然的东西都适合在早晨空腹的时候吃，这是很重要的观念。茶里面有多酚类物质，对身体确实有好处，但是茶也含有咖啡因，会有利尿的效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你喝茶，身体会排出更多水分。如果你早晨起床就喝茶，反而会加重脱水的情况。这就像是你本来就缺水了，结果又喝了会让你更缺水的东西，这样对吗？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想喝茶，最好是在吃完早餐30分钟后再喝。什么是30分钟后？因为这时候你的胃已经有食物了，茶的刺激性就会降低。
而且茶不要泡得太浓，最好的比例是70%的白开水加上30%的淡茶，这样既能享受茶的香气和好处，又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。茶的好处很多，它含有儿茶素、茶多酚，可以抗氧化，可以保护心血管。但是这些好处的前提是你要在对的时间，用对的方法喝茶。我太太也很喜欢喝茶，她特别喜欢绿茶的清香。每天早上我都会帮她准备一杯温水，等她吃完早餐后，我再泡一壶淡淡的绿茶给她。我会跟她说，慢慢喝，让水和心跳同步。这不只是喝水，更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。当你用心对待自己的身体，身体也会用健康回报你。喝茶是一种享受，不应该是一种负担。很多人喝茶喝得太急，喝得太浓，反而失去了喝茶的意义。茶应该是用来放松的，用来享受的，不是用来提神到心悸的。没错，健康不是做一次就好，而是每天持续的小习惯累积起来的。一杯水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如果你每天都做对，10年后你会发现你的肾脏比同龄人健康得多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今年75岁，肾功能还跟50岁的人一样好。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秘诀，就是每天早上喝一杯温水，然后早餐后喝一杯淡茶，持续了30年。这就是习惯的力量。看起来很简单，但能坚持才是最重要的。照顾健康不需要昂贵的药物，只需要一杯正确的水。这是我行医30多年来最深刻的体会。很多人以为健康很复杂，需要花很多钱，需要吃很多保健品，但其实健康可以很简单，就从每天早晨的一杯水开始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因为分享健康是最美好的爱的表达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你学到了正确的知识，就有责任把它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受益。也许你的一次分享就能救一个人的肾脏，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。记住，健康是一辈子的事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早晨给自己一杯温水，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你的身体，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后悔，不要等到肾功能下降了才开始注意。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，而预防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从每天的小习惯做起。你的肾脏会感谢你，你的家人也会因为你的健康而感到幸福。当你健康的时候，你可以陪伴家人更久，你可以享受生活更多。健康不只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你爱的人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送给大家：早晨的第一口水是对身体最温柔的拥抱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，因为我觉得它完全表达了喝水的意义。我们对待身体就应该像拥抱一样温柔，像对待珍贵的宝物一样小心。你的身体会用健康来回报你的温柔。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留言区提出，我们会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持续分享更多健康知识。我们下次见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肾脏健康。